各位大家好啊！又嚟到呢一個星期嘅法聖廣場啦。轉一轉話題啊，因為咧有好多人咧都會對於法師咧嗰個姓名好有興趣。咁我哋亦都咧就遇到好多咧就係其他宗教嘅信徒啦，佢哋都好有興趣想知道點解成日遇到你哋都聲稱自己姓釋嘅咧？咁其實喺姓名上邊有冇啲咩特別嘅要求？我哋講一講啦。其實咧，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咧，直至到啦喺呢一個嘅我哋好熟悉嘅一個人物就叫做道安法師啊，晉朝嘅道安法師。道安咧就聲稱住其實中國人咧就好多咁樣嘅疑惑，就覺得出咗家之後好似係離開咗個家庭啊，好似同俗世完全冇關係咁樣，甚至乎亦都有考慮到會唔會咧係同呢一個嘅不孝咧係有關嘅，即係出家同不孝有關。咁故此咧，道安法師就話佢引用《阿含經》嘅一種講法啦，佢就話其實我哋出家嘅咧唔係完全同屋企人冇關係，反之然咧就係作為一種自我嘅犧牲實現，由一個小嘅世俗家庭進入一個大家庭，希望將出家自利利他嘅功德咧，亦都回向俾自己世俗家庭嘅親人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離苦得樂。咁所以佢引用咧《阿含經》咧有4句説話：四河入海同是鹹味，四聖出家同為釋事。釋就係釋迦牟尼佛個釋，咁就係解釋啦，釋放啦，有一種解脫咁樣嘅意涵喺當中嘅。咁所以我哋就會從釋迦牟尼佛嘅釋字，然後咧中國嘅僧人咧全部通通咧就係以釋作為聖事。咁喺名位上邊啦，就係佢哋叫咩名咧？其實喺歷朝歷代咧，有好多唔同宗派嘅祖師大德咧，佢都會為住自己嘅嗰個宗派嘅門人咧，係去寫一啲嘅偈或者詩咧，去作為好似族譜咁樣咧，俾佢哋去排嗰個字派嘅。咁所以係你按住唔同嘅派系，譬如話你識禪宗嘅，有禪宗嘅曹洞宗啦、臨濟宗啦，咁佢哋譬如話毗盧金頂或者金頂毗盧派啦，咁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字派咧，係可以有跡可尋嘅。咁就係去到法師嘅姓名。咁如果你真係好有興趣，或者你喺需要啦就問法師叫咩名嘅時候咧，請注意，亦都有一個特定嘅禮貌嘅，係應該問法師。請問法師你嘅上下係乜嘢呢？咁個原因係咧，響漢傳佛教嘅法師咧，其實都係希望可以喺出家嘅時候自利利他，咁所以以上可以學十方諸佛嘅，咁然後下能夠利及一切有情咧，就作為一種修行嘅嗰個嘅目標。咁所以就係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咁佢哋嘅名咧2個字嘅，上面嗰個字咧你會見到咧就係一個細細個嘅上字喺前邊，然後佢個名嘅第一個字，然後有個細細個嘅下字喺前邊嘅，就係佢個名嘅第2個字。咁如果你想知道法師叫咩名咧，就請問你法師你嘅上下係乜嘢？咁佢法師就會話俾你聽叫咩名。咁我哋好多時咧就只會稱上某下某法師，就唔會咧就攞埋個姓嘅，因為其實就係大家都已經知道㗎啦。逢係漢傳嘅法師都會以釋作為佢哋嘅姓氏。咁希望大家都清楚，亦都可以禮貌地有需要地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問翻法師叫咩名嘅時候，就問法師嘅上下，就唔好行埋去問師傅你叫咩名啊？咁就比較奇怪少少嘅。咁今集到呢度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